身躯边真侪普信男，请问普信男是咧讲什么款的人？哦，普信男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大家拢会当信任的查甫人，因为查某人要找一个信任的查甫人，较想啥无简单。既然伊讲普信男，普通。吼，你甲翻译起来，普通拢会信任的人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大家拢会当信任的查甫人。是。啊，那阿雄这边，我的答案就是普通但是有自信的查甫人。你就敢加我2字自信尔嘛，对无？因为这应该是对网络来的啦。哦我记得应该是迄个生做较普通，但是却认为家己足有自信，家己敢若迄个偶像安尼，哦迄种叫做普通但是有自信的查甫人。无唔对，是有自信，也是信任的哦。好，来，咱2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技片。所以讲，即马信任拢是假，才是对都无的。信任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小意味咧。我感觉是迄个普通有自信，因为 Louis 都是伊这款人，伊足普通，不过伊自信心足满的啦。我做事是真骨力的，无咧普通的，无凊彩咧做。哎，安尼是好代志。安尼好代志。对啊我伫电脑顶悬拢看到，迄乡民拢咧讲，普通够有自信的人叫普信。都是伊啦。对，就像我这款的安尼啊。对啦。因为哦，这个词是网络来的嘛，对。啊，网络是乡民嘛，吼嘿，乡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代名词叫啥？选民呐。选民。选民所以故意要生这种吼，你做普通的，你有啥物？你有啥物本钱，你才有自信，对啊对不对？所以是特别去发明这个词啦。自信男要人消遣的，要人这种查甫消遣的。啊，咱来讲较俗语的台语来讲，就是讲吼，查甫人的嘴好累累啦，啊，讲会到做袂到，啊，有讲无担当，啊，就是这种人。啊，若讲讲句较起码咧想个说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啦。嘿哎呦，老师，健康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普通煞有自信的查甫。赞。这普信男是即马少年人因的流行用语，对中国来的。哦，啊，这普信男是条件普通，啊，算啦，有自信的查甫人的感情啦，吼。啊，咱伫一寡社群媒体会看到这款人，啊，伫即马咧讨论男女关系的文章内底，嘛有看人安尼用，所以这个普信男就是咧讲普通煞有自信的查甫人。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伊内底是一个真有名的熊，4个字，什么熊？哦，什么4个字哦，凶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。哎呦。哎呀。哎呀。我等来人较想也无共款。变手的足部的啦。好，来，小优。这我有看过本人，看过本人啊。伊足大张的，足水的。嘿。啊，毋过我足惊我台语讲唔对，不要紧，你讲。我足自由的。嘿，自由旅行。自由旅行上。好，来。老师，自由女神像对唔对？哦，够啊！来分数，恭喜你了3000咯！你也看，一看到迄神像就知影对吧？咱继续我看落去。好来。哇，就是哇，这阵啊看，哇！啊这乌阴天的看。哇！水。这个自由女神的雕像是美国国家的纪念碑，是法国人伫1876年为着要支持美国独立100档，送因的礼物。啊，伊嘛是纽约足有名的地标。你若看到这个自由女神，你就知影啥？纽约狗啊！啊，伊就猜伫对，这个哈德逊河口的这个自由岛遐。互人看作是美国自由的标记。伫1984年，佮互人列作世界重要的遗产。耶！哎呀，有去过无？我去过，有去过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有后3位嘛，免惊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
你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吼，啊，请恁讲出影片内底即个欧洲的国家是什么名？欧洲哦是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欧洲的国家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诶，我拄则吼在录影进前，才看路遥在讲到这个所在，哦，因为拄则头一个这个画面是松饼，嘿，诶，一个地物，嘿，嘿，嘿，会使食的，啊嘿，啊这个甜物嘿，伊有一个名，嘿，就是叉叉叉松饼。哦，这个叉叉叉松饼就是这个所在，倒哦，位咧？对。嘿，倒位？我想一下伊的这个台语名怎讲？啊，我会当讲英语吗会使？Belgian，哦，标准，比利时吗？属比利时。Belgian，英语标准。英语也是，英语也是。哦，来，老师，标准对唔对？哇，那会这个这较是名真嘿啊，一个镜头就过啊，来，甲看完，嘿，来，哇，高级高级耶！哦，水呢，古堡呢，哦，还有迄个皇家的迄个徽章啊，这样就水耶。有国旗哦，这彩色小屋啦，这个比利时是伫西欧的小国，啊，国家真细，大细眼知伊的面积干啦30500平方公里。哦啊，伊的北边是荷兰，啊，伫历史上伊捌互荷兰统治过。是啊，伊的首都是布鲁塞尔，啊，毋但是上大的都市，啊，较重要的是欧盟的总部。设伫这个布鲁塞尔，所以这伊个有这个欧洲首都的水名。啊，大家较知影的吼，伫遮有一个足出名的地标啦，有一个古水的这个尿尿小童。对观光客若来到布鲁塞尔，拢会来遮看这个古水的查甫囡仔伫遐旋招。嘿，即嘛安尼，即哇嘛安尼吼。阿姊，对，尤鲁斯头拄笑甲呢，哎呦，笑甲冻袂了，迄日阵安尼，即嘛话你看笑会出来无？到一个万里的哦，来，要疼谢凯还是要蒂亲的？我感觉，因为我拄则我钱拢有约着嘛，都算悬嘛，我感觉是糖，对，疼就是伊就是糖哎呦，疼的奖金有偌济？卖，凯蒂真厉害，现实了，我的几号忧虑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听迄种对。请问，咱咧讲杂货店是干嘛店？啊，恁敢知影干嘛是讲一种假纸，还是咧藏物件一种牌仔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吼，干妈店哦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妈5、4、是。 3，啊，你袂使甲因讨论啊，你好，来，应该是家己哟，一个规矩，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你确定啊？要确定啊。你确定哦？一种规矩，对唔对？就想要甲你拍。是，你敢无看到我干妈店，我哪会无去紧到这地？哎呀，万里对啊，干妈店你有看到？干嘛？小优，我们换队伍了。干妈，哈，干嘛？杂货店是干妈店，啊，啥会叫做干妈店？是因为以前这个干妈店伊拢用真济这个大细细这啥，这种干嘛干嘛来底物件咧卖啦，真正的牌啊！比如讲底啥物，底咸菜干啦，底菜脯啦，底金针啊，底草仔粿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干嘛哦，唔是果子，是唔是咱讲的干嘛哦，吼，是用啥？底味啊边的。啊，圆圆浅浅的这种台呀，哦，是用摕来底物件的，甲啥？甲干蚵啊差不多。对，啊，较大的就是干蚵啊。请问少年人定定讲新的爱打衫的，这个惯势是对倒位来的？是对日本的红仔册，还是对美国的电视剧？来，有10秒的时间，是打衫的，你在打啥？嘿，日本的红仔册，还是电视剧？嘿，来，啊日本还是美国？嗯，因为这也是古早，这是算古早月吗？
古早话吗？新的爱打三 A，我是算古知影早话我细汉的吗？时阵捌听过，唔捌听有就捌听过着无？。新的爱打三个，因为以前咱台湾就是常常较有这种日本的文化，是所以我感觉头一个感觉是日本的红仔册，漫画，对，而且以前也无电视啊。哎呦无美国的什么电视剧啊，以前的以前的电视就拢哪拢无啊，因为较无道理钱啊。有道理。系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日本的红仔册。哦，嗯来，跳，日本的红仔册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哦，得了700咯！来，少年人定定讲，新的爱打三个，这个惯势是为倒位来的？这甲日本的红仔册对日本有关系呢？灌篮高手，灌篮高手有关系，因为安那有一集，这个男主角樱木花道、樱木花道安那，伊穿新鞋来练球，啊，因为这新鞋啊较定心嘛，吼，啊拍篮球骹会着伤，所以伊的球盘就一个人去甲打三个，甲伊鞋啊甲打好安那较软身的，所以呢，新的打三个，这个关系就对日本的红仔册来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